And then 伊那咧出来想，伊真正欢喜甲对这个考。In other words， 伊是讲啊，伊看了无清楚，伊摕来欢喜，欢喜啊咩啊？我要去出事这边，我要去出事那边。And 佛讲啊，到伊若是渐渐有啲欢喜，伊是有贪。到若是有贪，原因这贪得落来，对这个感觉来。And 这感觉对这得落来，and 有了这个乐见。And 个乐见有这得落来，and 乐见对因果来。and 因果对这得落来，对无期来。and 无期对这得落来，这个灵魂就是坏，就是坏，12年我去听。呀，到底这边我搞这边我到这边我系。那这条经一句我上回我有讲，这条经佛讲啊，就是讲安尼，就较深淡薄，了你500话就听了不要讲，不要讲杀戮，不要讲杀戮了啊！佛讲啊，了人去训练，了有自己人佛就叫人啊，一人大训练。他们师佛就是讲这个，一人大业，大业了未来安怎样？未来佛讲这条经过了正多年，伊人去坐仙，甲未来伊人差不多现金交易上了，就要赚着了，就要赚4个罗汉。按自己佛就是去啲咧所在叫做约沙利，按咱讲这条经，按这条经伊讲，伊去讲，美古是这班的回想啦，这班回想讲大业的，伊讲美古啥美古。我所教的法是对我 direct knowledge 怎样讲？这套的知识，我唔是讲啊，听人讲啊，是人教我的。伊真先到伊看到，伊天眼开伊看到，所以我加入的法是正这套我看到的知识，你就要知。第二项来讲啊。我教的法，伊讲我教的法，伊个 on firm ground，that means 啊，你安怎去 try 要去补讲无影未谈的啊，真完全是实在的物件。今日你看科学进步啊，Christian 换了。伊阮只红光摆上，拢总换，无了讲无换，拢是力呀。今日来看，科学讲啊，一粒是圆珠，这圆珠破起来无土无花项，嗰了是力，这圆珠力。下面物件你查看，拢总啊，对付经济来，你用科学来讨佛教未？所以讲我教的这个法是 on firm ground 是啥物啊？在的未有的，按照教的人要来讲佛理啊，是唔对未？安那是完巧，就是伊无爱理由。咱伊个讲我教的法，你若是有阿解你想法，convincing。你无相信，你听了你不能相信。伊无迷信呢，伊无讲，你做安尼后过你去天顶，后过唔使讲，后过无人看。现时目前伫这边，你会看到。那你讲，假如若是知啊，我教路是安尼完全。你应该就要发欢喜心，你应该就要想讲骨力拼，因为今日我讲给你听，我正式是3秒3步地，我家己是这到我家己看到觉悟，特别的觉悟，我家己看到，通天开的无一项讲我未晓。
我的地位圆满个了。and then 到你若是安尼知啊，你人就要摕一个佛法，上甲一个宝。啊！我讲你若是对这个安尼后，你稳稳会脱离这个苦。所以安尼伫讲啊，地当，因为虾米说佛向憨憨地讲啊，正我是正正正当，今日我的佛法，你若是对，早甲晚你是跳出苦海。所以今日我不是人头我出家时，逐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讲，因今小的，因今戆人。安怎讲人？某卖囝卖家伙卖小的大啲巴啲坐上安尼啲一人，看伊戆的心头讲有影。拢总甲了是讲我无路，我毋是无路的人。今日我就是知讲啊，这个佛法，我头是大乘的，我实甲你讲，我是北传的人。但是每日我研究这个，然我把你只知。这个都无买，这个都无啦，无买，这个都没无啦，这个大行都没。但是我叫人讲，哎，买阿咪做都没，我会跳都知。这个是真正好的物件，多落去是咧解会，几百世、几千世，你要大快乐。你多落去，早甲晚都是跳出苦海的人，唔使去四川相信讲。好10块啦，水晶结有了啦，两落王就是砸买好路，买好你好呢，也可以看啦，我的心里这都有啦，加菜啦，你加菜，特别你心，干嘛你看，嗰个是心的，我见个了，你看家人加菜，真加菜，阿弥陀佛，自己我弄破一个半死要休息点命，你破解你自己干嘛呢？阿弥陀佛，他妈这水啊，自己干嘛？这间厝轻轻的厝，可以做个落阿弥陀佛，唔叫不得假，假了心，假了三毒，贪假，生地假，妄想假，恁假咩啊？我无知啊，我要去求白公啊，知唔是白公好路啊，知是自己好路啊，知不得讲对报事来。你要保持，你是有才气的人。你才气多，你当着贪累，无才气无贪累。你看一个正的故事，一个我讲了听他啦。这个人伊做下梦，做了啊，直做失败，做失败。那伊渐摕油甲一个朋友白同学，我听讲一个老的，个是张灵的囡仔故事，这条故事。是伊报人讲啊，我听。and then 渐无渐，这个人啊，伊做下梦做甲要倒了，然后伊甲伊同学的啊，伊讲朋友啊，有你我欠你30千啊，我时时甲你讲啊，我要砍我的生意啊，我来砍落去啊，你30千走路无啊？第一好啊，我爱你，摕这个梦去啦，你去做啦。你是有三步啦，看那卖无进来，无才着无10千啦。靠我个无半行啊！我若是加几日，我讲我变个无半行了。了，这个卖油的人啊，未晓做生，未晓下网啊！哎呀，无摕也是惨，来摕啦，摕落去的头个日做了淡薄，第二个日拄好，第3个日骨着下米汤。未来啊，伊报第一好嘅人，所以这个就是啥物啊？唔是讲你搞啊，你贪累啊，真正济无搞的人贪累啊！我佚佗写时啊，我故事啊，我本是写家己的。你知安怎做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伊是大学毕业啊，伊毕业啥物啊 ？economics 啊 ，economics 嘛，我是叫啥物？经济啥物搞哦？伊渐摕对啊，这个写去读啊，读了伊讲，good buy this buy that， 伊越买伊越落，那伊买我买买，我买别行，伊讲我去买这个啊，抄写啊，我讲不要紧，我要贪累就好，我爱去伊的路，
我袂晓，我无读 economics， 我袂晓我戆戆，所以你看，毋是狗趁雷，菜鸡趁雷。有才的人当着是雷，当着是雷；无才的人想啦，想甲头壳出来，袂趁就是袂趁。你到落来，无来讲，你袂，毋是白讲互你雷，是保是。你无懂啊？有的人就讲，迄天公道，天公诶，我阿爸食力啦，你摕我的5年互我阿爸啦。有的囝，有的人啊，破病了啊，去天公求啊，我要食个5年啊。有的囝都毋敢去求啊，伊讲我去求了，天公刮我会受5年啊，了互我阿爸啊，了去伫遐咩暗啊。有啦，阿爸我败了啦，搁骗我，这个模样，有在讲你无长命，你到落对我物件你自卑，你毋通去抬，你毋通去杀，你踏实出事是长回事。我到这边为止，我留淡薄时间，我是10点几了，惨啊！你人爱问虾米做你问啊？会使问啊？sorry啊，问。做问啊，会使问他们，这两年目标较深，不过我讲较浅了，故事侪人爱听。这个较深，特别这个是正了的经。假若是无，咱来回想。特别我讲听，交过我过来慢慢。了你啊，好，会使哈，每会使啊，会使。人接教伊个点声啊，你唔地阮个存在啦啊，这是台湾这你参个存在咧，伊49日个啊，你唔是属于灵魂啊，好，阿曼这你是属于阿灵啊好，叫咱北传讲，伊听台49日了，才去出事，特别佛的话，佛讲 ，the moment you pass here you die。Next moment， 噗一出事，所以照这个南传呢，这边断开，噗，这边噗浮起来了，你若是做好，浮起一个红光了，因为这个精神，伊讲是 energy， 嘟答 energy cannot be stopped。energy 到了，噗，伊浮起来，这边断开，伊无停一点，这边浮起来。人无明白，迄个上句毋是苏安诺了，迄个上句是正上句。苏安诺是有精神甲一个上句，他那精神无了是一个上句呢，所以那是叫做南传的。假是不得假，这边死了，随出事。咱有人讲安怎讲啊？所以我想你讲唔对咯。我阿爸死了啊，7日一转来哦，我人听到啊。因为当人真正讲7日的是一转来啊，那是有影一转来啊，太空了，一出事做无鬼了。还没事一转来？伊要断开的闪声，伊看心的无囝，看心的厝，and then 伊转来要互你知讲，伊住伫厝，伊做无鬼伫厝了。and 佛教安怎做？布施回向互伊 ，and then 有当时布施爱人叫发善话讲做谈文，特别是布施谈文是善话。and then 你讲阿爸，我布施这个功德分互你，噗！不咋讲了，这个回向的功德，那是伊做无鬼，随你还回向，随伊谈。特别真正济人伊送的，伊这布施的时辰，早起伊人爱参加些，因为真正济出事做无鬼无参清。所以人爱教一条的教西，一条的面部镜，那是无类人，
献个酒会使了，了回向接受，了回向加入念经，或者点声伊互看，这边的回向向边红光心一变出了。所以这边南传甲北传无相，北传讲天台49日，但比这边南传来讲随时随出世。明白无？啊，各位问下面无？所以我大妈就伫讲啊，一天台用虾米物件天台，是一灵魂，因为无论你是北传的南传，达的佛教讲啊，无灵魂。这个未来这个册就是写有灵魂。你看好国家的这个北传的册本讲，无上苦无我，无我就是无灵魂，无这个我，无灵魂。那未来就是大三了。哎，问下面哦，海人收单没啊？一般时啦，个问来，啊哈，啊，这个做大恶的啊，意思啊是马上直接拢是啦，要做大好的马上正正啦，这做中的安怎看呢？做中啊，不再讲啊，做中的啊，伊若是讲个原在要死出世做人。这边伊断开，这边伊投胎别个人了。所以若是大啲这个摊来去做人的点声，自己敢做嘢嘛，激死嘛，骂嘢嘛，伊看衰嘢嘛，伊虾米？了伊有做好，了做好甲恶，好甲恶，了伊中，应该伊要出世做人。这边就落去断开啦，伊投胎一个查某的心了。因果出来去投胎虾米啊？伊做嘢嘛激心，伊要去投胎就一个查某无爱的囝，死鬼啊！我买的食药阁未落啊！去问去做迄个看那查某订快落未？你看来出世了呢，阿妈就买钱伊啦。虾米事？伊做嘢嘛认，伊认的嘛，看那嘛认伊。应该讲是应来，声应，物质的应，心的应。你去伫一间厝，你嚷大声，阿哥啊，你臭人！咱听拍到顶，阿哥啊，你好人！咧，别，一见就拍到顶，阿哥你臭人！你若是认心，死鬼你骂我做咩？你是小人，你骂你家己。actually 啊，该了家己做，好命歹命，你人家己做。所以我叫你开的路，你爱好命，你做人呢；你爱后过爱出世投胎，一个查某真正西洋的囝，你叫你行好咧，爸母。所以中道的，达人本是随随出世。无一个讲无出世，咱有一个人问佛世尊，安尼拄好咩？我死了，家我做啊！我死了，我真正行后爸母，因果去找一个查某真正小囝的，但要找无，因果找无呢？因果听不当讲，一个爷要家老落来涂骹，这个爷无讲。天台啊，你涂骹好势话，你话只落。伊讲啊，迄个去接受的啊，变个了。涂骹要接受咧，也要加老变。看你要加老啲马肚，你头壳要闭，还是你加老啲涂眉，你真正垃圾，或你加老啲刷水好，是你，是因果来。因果唔是人，因果。也唔是人，也唔是红光，也唔是虾米自然的咯。因果是真正严哦。伊无想讲，话你是王啊，凊彩啦，你打三个，王伊本无拍插咯。天公伊本无拍插，你看整个台湾天王啊，安尼管啊，唔是台湾天王，这个叫做魔王。台湾天王佫落来一坎呢呀，
伊做王伫遐边，较大过天公啊！伊入咧囡仔牙叉跑咧回上，因果掠伊啊，杀落无间地极，随啊，会直直落去啊！所以因果无讲啊，你是暗讲我凊彩落啊无啊。咱因果，你若是做好，伊包容你。在武大讲，因果啊，假使是真正好的物件，你来晓用；你来袂晓用是臭物件。你做啥物物件，伊甲你损消。啊，你损消不要紧，伊损消伊掺赖钱。伊赖钱，佫毋是叫做 simple interest 啊，叫 compound interest。compound interest 人话就讲。伊是无钱掺来钱算落去啊，做无钱啊，安尼直算，直塌直算，安尼啥物事啊？你今日做了嘛？哇，随时啊，臭啊嘛，直接咁就骂我一人，几个字，无够半个字，然后去出事，国爱入股80年。所以老少啊，你做无够半个字啊，你打一个课80年的课，国爱，大人看到你，哎呀，你面是水啊，你为做国爱啊，我只甲你讲啊，你是看我，是你看别个，安尼样，所以因果啊，卖算啊，伊算老少啊，伊按意思一个会讲真啊。唔捌错嘅啊，伊唔捌错嘅，安尼么？咱食老了，像安弟，咱头毛白了，咱的点声到了，咱堪咩做？但所以当时我来时，我看到我安弟来较饭，你较饭的点声，伊唔捌做嘅物件，伊做了这个物件，伊入嘢叫做 impression 啥一个。啊，印象啊，印象。安尼伊要断开点声，你这个兴趣伊唔捌做，伊要断开点声，这个目标浮起来，目标浮起来咩？伊要困的时看到啊，伊比较贵哦，肯定了。但是我爱人做，唔是讲我爱人，人来报喜，我爱食到来了。我早叫看差不多30项菜，到你食了，你摕来菜我本摕2条，甲成咧摕1地，你插烧1条薄薄，根本食袂了，安尼济，你今日倒是佫较惨，佫较济，人听了人明白，按忽略点声，干了是安尼样，大咧回想就去。捌，当人会想，这个经入去中国了，中国这当人会想讲，袂使啦，咱当人看水去食啊，去讨食，咱专做食菜，是安尼样。假使先生三宗铁经去中国的时，正叫会想就去讨食，今日你看。今日无，莫在我去讲经。后日你看我到底爱当讨食了，去讨食。这边好命，有人惹来，特别要叫我行去大山骹上远去讨食。了大山骹人较袂晓无。我新出家时啊，我讲你听，带伫树丛骹去行40-50间啊，一粒根本无人好啊。对来啊，目睭家己流了啊！真日食4顿带伫厝内，他那一顿拢无啊，目又流。了我直直讲经，今日行了，去到落食袂了了。这个叫做四风吹来甲吹去，有失败甲有幸，有苦才有甜。有贪有了，有笑有骂，这个八方达人未走，所以我迄条伫讨无食时，人真骂，他那人是
接受。所以那是安慰安慰哦，那是无咱来回向啊，举手啊，咱坐站站举手，回向给咱的阿爸阿妈，甲亲情5月拢总死了的。第2项翁讲神明，甲这个在神也是半神半鬼，住伫咱的厝边甲四面，所以其他都互我平安，互我人家庭甲了拢总真正快乐，真正平安。这对我俩，一当命也只能好度，苏吉达红对呀对哟，一当命也只能好度，苏吉达红对呀对哟，一当命也只能好度。Sukita hon dunya tayo Ita wakta cham 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wa Sabbe satta Sab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e sampatti siddhya Sadhu, sadhu,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khanubhavena sada suti bhavantu te. tôi chỉ lo trong tình ta đi xeo mà chọc à chế xiên đó cao cái chỉ là khăm chạm à không chẳng lại cái chỉ tao mà chọc mãi rồi là một trận cho lên mà chọc giờ cái tô là 3-4 tháng rồi hăm mấy số anh nuôi ít cao chỉ là khăm chạm à ít khoa chỉ là mấy cái是无好的物件，免笑诶！伊家己卖，伊家己压，伊家己压迄个，伊讲唔敢压互人，伊讲压互人害人去死啊！我家己要互这麻雀害甲凄惨了，他让我压麻雀互别人，我互伊害别人去去卖，这就是讲啊，伊有赚着压哪了，有赚着利益了，人。伊控制有了，控制力有了，这是第3项。第4项，有得讲，伊有忍辱，有吞忍。因为伊伫坐禅啊，听伊吐死，伊吞忍啊，听到老寒，听到咩伊吞忍。寒，半暝坐到半暝，有时我人大伫把坐了半暝寒，伊耐心。吐死病的禅，这个就是讲啊，伊这控制用这个耐心、吞忍心，这个就是叫做 patience。第5项 energy 骨力，所以这个控制啊，这个 undiscipline 啊，无假事，有5号款，1号款就是啊，伊要控制戒对戒，伊要控制伊这个。第2项啊，伊会晓放迄个 ，let go。大部分人那是迷路，你做啥物？今次啊，我1点半了，我半个做啊未识，我是做咩解？你去结果 ，let go， 伊就会到了，唔免去解啊 ，let go。这个就是第2项诶，叫做 let go。Let go, abandoning， 巴利话bahana vinaya， 这个分有5项，这个5项真正长，特别我吃了，会该个刷哦，会无？会啊 ，15 minutes 个，哇，那所以我要吃这个 abandoning 叫做 let go， 放迄个，有5号款的放迄个，你啥物事啊？1号款的放迄角啊，因为对伊坐禅了，伊看着实在无我
实在是名色 ，mind and matter。这个伊放的讲什么啊？大热心。你讲头啊，你夸水我，哈咪我，伊若是坐仙了，头一个囡仔伊看到什么啊？实在无我，实在是这个精神甲这个相顾呢。这个大山卡几十个会看到安尼样了，这大山卡真正进步，本来唔系讲本来本是坐，所以这个就是啥物啊？伊若是坐到这个会看到名色 mind and matter， 伊那个啥物啊？伊放喺甲这个大热心，所以这个人有样去训练这个坐禅，这边我人去教，伊个人就是无大热。你来啊！你看，有个人讲啊，人总是有原因结果，无影无食啦。今日我来出世做好嘅人，是我才去啦。天讲西洋这个查某可以出世水，伊无西洋嗰一个查某可以出世吸事，无原因结果，无因果。伊若是坐禅，伊看到，因为有了思想浮起来，结果卡只应当；因为有了需要，甲声，结果听到会精神来。所以看到拢总是原因结果，原因结果，所以伊会下见讲。拢总无因果，未成功了，所以伊这边叫做 let go，let go 啥物 ？let go 伊个心唔着落，心啥物？心讲无原因无结果，伊放喺甲即个下见。你若是会看到啥物啊？若是坐禅，伊会看到，万一故事是一个。哦，叫做 feeling， 一个感觉浮起来。万一故意看到是一个兴浮起来，我的这个汤咪兴起了。万一故意看到这个精神起来，万一故意看到是这个声甲耳啊，哦，目睭甲鼻孔，哦，因那都是渐渐看到这个色、受、想、行、识。伊看到快感那时候五蕴到伊若是看到这个五蕴了啊，伊再讲这个我无影诶，感觉起来，因为有了原因是啥物？原因是有目睭了有目标，目标两项看到触到感觉起。目睭看到一个查某，哇，水哦！哇，伊行路佫是水哦！目睭目标戳落去，感觉起来，水了就爱了就行动了因果力有了，爱来出事了，未走了，所以看到这个物件。一破迄角，一掂迄角，即个啥物啊？我，佢叫佢去看，即个相顾本无是我来，所以这边真正济，我来要讲未了，所以我到这边我明仔我才刷落这边，一项我车互人看，了我留3-4个字互人看，爱问虾米，咱才个刷落明仔。这个经较深，我知。特别若是讲坐禅的人，伊听了有路。所以到这边我 stop， 了看路人要问啥物，我要接受路人的问题。So anybody who like to ask any question, I will answer. 对我淡薄讲的，本会使；还是对我无讲的，路人要问，本会使。ก็หัวเจ้านาซีล่องตุยตามมาลังบันเตสวานโอก็มีเลยตลอดบุญเตโบเชิงโชนะชาลุลังไอไซเทขี้ลายมุย
咪失去咗這個機會，因為咱本地後生過來，唔知第時會來啦。大陸有關係佛教嘅物件，大陸無明白，咱會使問。所以咱同埋講嘅經歷是關於咱平常人嘅意思。所以咱若是愛訓練到超出這個平常人嘅智慧呢，咱就要加問加知，安尼講咱加訓練。但是無嘅問題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nya 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ta wakta chami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i dewa Sabi satta Sabi buta Anumodanto Sabi sampati siddhya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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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k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Tôi chỉ lo trong bình an來想，這個看了水啊，個藍色啊，伊巴肚有藍色，所以伊 receive 伊接受伊查考了到甲這邊第八咯，正後三四個啦，查第八，伊拍算了，這粒就這類，你看這個真係咩啊？特別看到冰啊，伊叫做阿莫話講。3點嘅 vibrate bawangga 伊精神無在個，第四個啊，伊目睭會看到來了。第五無啊，這個第四個是這個肉筋甲了移鼻了。第五目睭關緊了，第六接受了這個目標。第七伊查考這個好無，這個水無，這個達無，我係女會夠入無。And then 第八就是 deciding 我拍算我袂治療 ，and then 過了 I impulsion 定還是無寫啊？有啊，有寫 impulsion 無寫 impulsion 就是伊意思心嘛，伊出行動啊，伊行活動，透過這粒規律行動出了 ，and 這個行動出了，你看我畫嘅時候我係藍色。嗰粒白色，所以這個白色嘅正式是果正視嘅樹，正視我有拄到這個查某，正視本有結緣，就今日我愛伊，伊本愛我，這個就是因緣合起了，看到我愛你，你愛我，然後這邊就拍算行動出了，然後這個藍色嘅就講我馬仔去買手指。然後後日咱來換手指，所以 impulsion 一直經出果。所以今日啊，目睭所看、耳仔所聽、鼻孔所味，攏總啊是果來。咱愈安怎接受這個目標，是愈幫因後貴個要出果。喺這邊咱愛加減愛知。所以今日愈看，若是愈入去一個 supermarket， 一個物件愈看了真正明。你會這個精神行17點了，特別你走無你入 supermarket， 你看到一半行，像你要買手指，你去到你站好了，你看，你看到白卡嘅手指，你無蝦米，像講無蝦米愛嘅，無蝦米水，無下你心嘅，伊無行17點，伊行15點，伊放下嘅2點，你蝦米事啊？
伊无兴趣，所以未有基地。这个6.8个就是叫啥物？当然是啥物？伊 register， 伊收起来咧基地，伊记录了。了，这个伊无兴趣的，伊看到呀，伊批评啦，伊莫去记录，莫去想会记伊咧，伊无想。特别伊不如因果，因为啥物事？伊有个 impulsion， 伊有这个叫做自由心。特别你看，有时你入 supermarket 啊，你要去买金器，特别我在啲金器边仔有卖只别项物件，啥物物件你本无注意，你知讲啊有红啦，有古董啦，即个啥物物件，特别你无买我是即个物件，即个就是啊，你看较无明，较无明啊，伊就是啥物，伊行即个8点到甲即个拍算，是无拍算的。了，伊无行动出。了，有时你入 supermarket， 你要去买金器，你看到这边仔有卖红有啥物啊？特别拢我基本无拍插，特别你看到边仔真正侪项，啥物物件你问我毋知，我知讲真正侪项。这个佫是第4项会看，伊有 vibration 呀，伊无讲到甲这个拍算的心。所以你看这个物件，看到明啊，目睭安怎做，耳仔安怎样？有时有个人听到耳仔呢，听到那声呢，我girlfriend friend 来，他进去看，安怎唔是我girlfriend，特别声响啊，就是你看声耳仔喙鼻孔，这个了有当时无老实，伊做路安那样，所以这边我听互人听，所以不得讲啊。一个人啊，伊就看到这个物件呢，伊知讲这个物件垃圾日，按这个垃圾对这个4项，无得讲大家人有到这个4项的垃圾，看了无清楚这4项，伊这个就是叫 the four vipalasas 巴利话，啥物叫做这个4项？伊看了无清楚，按看了有了垃圾，这个就是啥物啊？无水，伊看做水。你看一个大波，伊若是爱的 girlfriend 时看，啊，攞个喙齿安尼水啦，就攞个喙齿开得金当当啊！我看着你喙齿，我真正爽啦。伊若是喙齿听去扳咧，去喙齿落棍扳了，你甲喙齿落棍讲，doctor，你扳了喙齿唔通去夹，我 boyfriend 真正爱看我喙齿。了你骑安不了夹去看，死鬼夭寿死点样？伊夹着你喙齿，互我做啥物？所以你看啦，一个人啊，无水伊看做水，因为伊看着喙齿水，因为伊合约做一下，伊无讲一项。特别你看伊讲的话，讲喙齿水，你看，或者点声一个查甫直直对咧查某。了咧查某激心嘛，开一个人对伊去做离歌，了咧查甫死命换直直对迄查某对去吧，了咧查某讲，我今日来做离歌，你都无放下我，渐对我安尼，互我无清。伊讲啊，你安尼啊，你安尼水啊，要叫我安怎放下路？啥物物件水？既然皮那边晒花冚皮就有啥物水？伊讲啊，啊，你咧目睭安尼水咧，目睭咧看着我呢，嘟我心肝嘟嘟答答。查某讲有影无？有影啦，咧目睭啦，真啊凄惨啦！我看着咧目睭，我袂大点啦。因为查某举手目睭呐，一个目睭啦害死你。有水无？无水。啥物物件咱讲水？无得讲，actually 是无水的物件。水才是内面心水，才是真正的水。迄个查某无水无病，特别高一翁高一囝有孝爸母，真正伊规落鸟诶，啉啊一半一后水，我不必互鸟食长命。了鸟破病一地骹地骨，这个查某是水的查某。所以这个头一项无明白，无水咱看做水。第2项，
拉三看做清气。我讲你听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查某囡仔叫 DV， 人知 DV 虾米无？内向。安咱伊这个老查某啊，查某囡仔是真正巧的囡仔，要大伫老军厝。了你知呢？就 DV 了，大家只互你食好、巴豆、鸡蛋、鱼油，拢总互你好。过了2个月，这查某直直肥，人直直，人讲查某肥的肉饭鼓起来啊，水真正水。按一个等人想讲，哇，真水啊！了去 make love 了，那个查某本身讲有食好了，说约会进去。And then 呢，暗暝老人渐渐地记性，直数咧烂。到底数咧虾米啊？咧烂一点的烂水面连的 DV 针，所以滴数，个加3个月咧打包，个加6个月咧打包不死。所以这个就是讲拉三看做清气。那真正就我先讲，darling you're very sweet 啊，都滴，你叫呀。摕咧烂，你外烂水啦，你配着比你咳呸，人个甲外袂分爱食，那去食。对啊，所以你看是垃圾的物件，人看做水，咪个条诶，来出来。好料啊，食大食好料啊，这好料啊，他等食上就拗出来。诶，我咧是好料啊，看到对来食，唔敢食呀。所以这个啊，有得讲啊，看了无清楚，无水看做水，垃圾看做清气。第3项，无相看做相，无相看做相。我买前小时间，他连讲了我今日个要顶袂谈到，无我看做有我，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死的无明白无明慧。落来了，我个要讲啊。你知咱人就看到啊！查大妈我讲，一看到这半土是土，有了入了垃圾是对到了对这个事的无明白，所以看到这个人，这个物件，伊只会慢慢分开讲是查甫还是查某，相平就是对这个4项入了，4项入咩啊？无水伊看做水，无相看做相，苦伊看做乐 ，and 无我伊看做我。想有个人伊教完了，伊看到个一个查某落去 ，and then 啊，阿罗一个安尼水，阿罗我那是看到我真正欢喜。了伊讲啊，阿罗阿娘，你那是教完我10分的欢喜啦。特别这教完落去啊，这不得讲是靠家己本有宝了，家己个有囝了，有时要饲一个宝甲3个囝，他来个要饲2个宝，个8个囝，这个细汉的个卡大些，所以伊讲这个就是讲啊，靠伊看做甜，所以这边啊一看不得讲啊，你就看到这个物件，实在你再讲是查甫，相边入垃圾了。and then 啊，你若是看，头你是目睭看，你讲看到一个查某，但你看了啊，你摕来想，大人看了无就讲无摕来想，看了，佫是水啊！伊笑的时候，这喙齿佫笑到气色佫有些阿妈话讲啉杯啦，酒曲啦，佫是水啊！我另外一个笑佫知道，哇，佫是水哦，真水！所以这个啊，伊是愈想愈久。愈垃圾，你看一个人，伊若是看到一项物件，伊爱物件，伊想了不要紧，确定要困，伊个想，直直想了，拍到11点、12点，安怎规暝我未困？你啥物事未困啊？约会入去，你开饭啊，你会吹着你上骨冷啦，但是心未冷呢，心伫热呢，头壳就出火了，要未困了。所以这边啊，不得讲啊，
头是看到，第二道是摕来想，看到的时就是垃圾了，摕来想靠较垃圾，想了个点点个达达你摕来想，达达你摕来想。阿莫话讲 repeated thinking，repeated thinking 正人话安怎讲？啊？点点摕来想，点点摕来想，伊煞变信。所以虾米物件分种，真正一人信唔着路，就是安尼。是我落家坎坷啦，保时受戒借钱坎坷，嗰條借錢，嗰條保時累就坎坷，趁個保時買啦買。then 一想，聽着人講，你免啦，我人嘅啊，你互我10塊咧，我互你certificate咧，就去天頂啊！人一齊來想，這個較硬啊，所以這個啊想垃圾了，頭聽到是垃圾了。第二項一齊來想，這個較硬啊，確較垃圾了。第三項一說信，叫做信，做看到、想到、相信到，這個三項，想講無明白，這個人要漸漸生老病死是真正久了，因為蝦米事？伊去信講，這個叫做去天頂，這個個有說得嘅，頂面個係副總嘛，第一個這個人個話好。咱來想話副總媽媽，咱們往知講，伊這個人就生嘅啊，所以這個物件就是看到、想到、信到，是一言一言一言，直直深，到這個入到信的地位了啊，這個人是要幾千年、幾百千年，要來尋找生老病死。所以一個人要緊要跳出這生老病死，看到的時就唔通互垃圾了，想的時本唔通互垃圾。and then 到你看到你明白，聽想到你明白，信你知，伊未入你信，伊過一言一言，所以這邊你看，所以咱睇下咱未來知。蝦米事看到一樣啊，我心會想講走抓去了，煞變垃圾去了。是蝦米物件做啊？心會毒，心會毒是蝦米？本聽咱啊，無來出事，咱嘅心有貪，有性地，有妄想。幾百千million事，咱逐個出事，有時咱出事做。禽獸，咱本貪，咱本性地真歹。我啲食物件，你來我食，要加你了，性地。所以你人若是想愛加這個性地，你後過出事較無性地。伊這個是 accumulated，幾若事直直查來。你這事有聽了福利，你莫加了性地，如果飼了性地。後過你是失敗的人，較慘過貪啊！但係你貪啊聽了明白，性地我一直改，你是進步的人，你白日要出事無性地的人，如果訓練課較高，你要出事就紅光；如果訓練你要出事大完天，個訓練課較深，你要跳出苦海。所以這個是一個人，一個眾生是這個兩點呀。天也是減，對這個惡行，所以安怎減是借錢的路，安怎加唔使借錢，對這人去，對這人這平常人去，安尼你這個惡行直直去直直加，所以這個啊，看了入了心的垃圾了，這個心上。錯了，行了，安怎掂無掂？這個看了無老實，這個是對咱的這貪嗔癡。按這個貪嗔癡對治倒落來，咱本就要知。按你咱的這個精神，咱的這精神啊，像啊一個江水，有好大啲水面的垃圾，
你抓啲水面嘅垃圾，有嘅搬店鋪嘅垃圾，有嘅抓啲一堆垃圾，所以這個貪錢痴是正是一個垃圾抓啲水底位。要水面蝦米物件去拿這個物件起來，抓啲水底掂掂，蝦米物件要來拿伊去這個物件，因為講咱這個無明會啲大陸牛市。這個牛市你看12年，我大概講阿比家不在啊，上卡啦。這個牛市一時過一時雜，蝦米叫做牛市？無看到實在嘅物件，看到嗰了是觀念嘅物件。啊，這個去較深。特別有一項啊，咱來想，有了這個目標，咱目睭安尼一項。伊要轉入嚟一項，伊叫做伊專心看緊入嚟一項，因為看緊入嚟一項啊，蝦米物件拿伊？因為佢個目標，伊本是叫做 provocative object。provocative object 定係話講，即個一個目標會人嘅心起來嘅，你個心啲困，伊本會人落起來。所以你看有個人啊，大波真正來咯，一看到一個查某來行過到搖來我搖去，哇好了，這就是目標來。這個物件人就一心，這個阿莫話講 provocative object 一交啲聲落，會做你心挖起來，這個啦去拿嚟底起來，and then 你就無訓練嘅人，哇好了，蝦米通好了。啲有嘅卡錢話，蝦米通好了，所以就 sorry 我是講嘅咧，蝦米我接過去講嘅時候，有一個人問我，蝦米事點點講，查甫大波，誒你忽講啊，你嚟要吃一個經啊，約會第一名，因為武大本講，武大大佢講，伊講啊 because 蝦米目標未感動到人嘅心，較厲害過一個約會。查甫愛對查某，查某愛對查甫。因你若是徛這個經，用安尼樣嘅目標，真正明。你來講啦，食榴蓮啊，有人講榴蓮得咯好，我見到榴蓮我就要拗。你講啊榴蓮好了，就你目標無明，所以你徛都無明。所以你人原諒我哋講查甫查某，啊所以我是老人我。60加歲，你人做嘅囝，阮會了，我是講互人聽，互你明白，你知。所以你看這個貪親切，垃圾咧大啲咧，咱嘅前日做買啊，佢貪親切啊，幾百時來，所以人若是直貪，伊要出事啊！若是貪了個戇嘢濟啊，伊要去出啥物啊？蝦米物件貪了袂，就餓鬼啊！早起食個暗伊無停啊，伊個未飽，貪心啊，逐項伊買，有個禽獸本是上啊，無半項通做啊，好，這針本好像牛啊鳥啊，伊食咧臭咧受到睇硬嘅事，伊拗起來啊，食老血，有個查某食老血，好，你死嘅時個講，搞一搞老血互我食，我哋是牛市哦，要安尼哦，過來去第三邊，所以是這講啊，因為這個貪，伊做落去失敗，伊愛貪嘅物件，所以因為聖地，垃圾你人買假聖地，後過你要出事，你聖地真正響，你人嘅聖地響，伊是愛自己咁愛提示人，特別有做惡。你嚟聖地漸漸起，有個人要斷開點聲，伊想甲伊講，我講不好啊！你看我病伊無來過啊，我來做死，我做鬼要來找伊啊，等伊啊！這個伊是聖地無歡喜心，錢，這個錢就起了，伊要做啥物？做惡嘅物件，惡嘅物件啥物啊？聖地聽，你看抓，你動咗伊就噴起來啊！你聖地上啊噴氣清嘅咧。安怎唔是啊？要落去做噴氣清，你睇下 practice 頭先啦，訓練個9日要落去了，所以這個你人就要拍算啊。貪錢是愛改賣改，愛進步還是愛退步？所以你來看，這個看法啊，因為有了這個貪，
真正来咯，你看一个大埔啊，伊若是讲啊，行船，有时是篷船呀，行了伊到甲一个岛，迄船拢就着了，啊无话讲10日啦，当然我。